几年前捌去迄个花莲办桌的时阵，哦，花莲办桌的时阵，拄好去伫咧渔夫咧遐办桌，可能会我前年可能知影。啊，迄个渔夫咧，因迄带遐办桌，当然咧，咱迄工咧，迄个彭太太、彭处长因太太有做些啊。渡到迄个埔咧，有带一对年轻的夫妇来咧求道。伫即个咧求道的一个过程，当然经过看报啦，咱甲迄个引导，一直到因咧拄啊好做好咧，因咧拄啊伫咧时候，迄个分堂的时候，咱点的师有甲办咧平顺，过好规个课程拜业的当中咧，有要念标语。突然间咧，到迄个昆道，我伫遐出状况，咱是讲伫遐咧调个啥，讲要叫伊回错，无要回啦。咱点的书呢，调因摕手里，因摕手咱个翻头来看，即马就甲讲你有啥物代志，伊讲，你从你过去有啥物代志，你5分钟内讲出来，安尼即摆伫遐的时阵呢，咱开始讲，迄个太太，年轻的一个太太，伊就讲，过去的时阵读册的时阵，算过地仙呐。地仙你敢知？地仙就是安尼像一块片啊下底有一张纸，写足济字。迄我毋捌算过，但是我捌听人讲，这块片是意义，还是世界我毋知。就可能片可能以后就较大的迄个切口，迄个面向下打掉，伊可能伊个片遐有一个镜头，边边缘有一个镜头。片即马4个人算的时阵，饲迄个有那毛豆啦，手饲到迄个啥镜头饲到迄片迄个背面迄个底部遐饲掉，饲的个人拢甲饲的时，听讲会移动啦迄无啥物代志移动，即马比如讲我会移动到你是的所在，还是不是的所在呀？会告诉你答案安尼就对了。我是安尼讲。即马咱讲即句话咱捌听落，请神容易，是不是送神来？煞请来煞送袂转去，即啥麻烦？迄个主因迄阵还未结婚，伊讲过去的时，迄阵头仔算出来，拢感觉足好算啊，结果煞请来送袂转去，煞单拢对调的对了，迄主因对调，拢会转去旁边甲讲话，跟他讲话，讲话是咧甲干扰神甚至呢做做一寡互伊呢非理性的行为，甚至咧公仔拢请落来对啦。甚至咧摆迄个人讲按都听起拢切了，甚至咧足夸张的就对啦。所以讲咧，就是受即个影响着。到尾呢，伊来结婚了后，这段代志咧小可平静啊。迄天来过会谈的时阵，有哪去来？伊要求道的时阵，就对啊，就是安尼。来的时阵呢，规身躯冷起起。这是咧，我咧听迄个，因渔夫遐林太太伊后壁甲插条，插条伊有接触着伊个身躯，伊就感受讲伊身躯冷起起啦，而且迄个那是爬山啊啥安尼啦迄阵迄个因像迄个伊要卡着安尼啦有时有冷起起，所以讲有迄个是讲咱点的书呢，请伊从这个代志，你过去发生的代志。1、5、10来讲话来听。迄阵当下呢，发生即个代志的时阵，还未成熟的进程，咱迄个办所长啊，啥物人讲过节呢，大家拢规个体记就对啦。迄阵当场呢，除了上下咧，点啊算，所有人拢规个对啦。迄阵拢当时规个拢体在遐啦，体球啦。即摆就有人讲无你
个啥求道的仪式来完成。啊，当然呢，这虽然是讲迄个，咱哩虽然是求道，但是呢，有一寡咱这个因缘呢，咱若过去咱捌听过，伊这呢，这是一个案例，就是因为迄个燕县大的甚至教育因缘对调的当中呢，来阻碍，有法度求道，因为这内底呢，咱若是修办道呢，过去有经过了后嘛，也是咱听着，也是咱真正亲身体验着，可能咱就知影这是一个事实。曾经也捌听讲迄个办咧求道，迄阵听讲嘛是陈大厝遐，讲一个太太带两个囡仔，是啥？去看好了后呢，去讲腹肚开始痛，甚至身体就无爽快。听讲我过来，免甲我背开对。因迄囝顺利的求人道，但是呢，伊家己落来到楼骹，伊讲袂调，到尾落来楼骹的时候，错好伊啦，所以讲呢，有时一寡代志，不定的，所以讲呢，虽然讲无相信嘛是，咱讲无相信啦，因为这确实是对啦，所以讲呢，有阵时咱求着当下当中的，有阵时咱若着迄个一寡心着请求着道了，迄个虽然伫迄当下点着了后呢，咱无看迄出刹那一个感受，但是呢，若当你办完这个仪式了，反省起来是，点了孙会讲同意。倒转来迄个感觉，我嘛感觉迄着真，伊求着道了后呢，迄个欢喜呢，然后写伫迄字顶啊，迄个感受着伊可能伫迄当中呢影写出来，伊迄当下影写出来。所以讲，即个道的一个修行呢，就是每一个人的心上的当中呢，感受拢有所不同啦当然体验嘛有所不同。这是呢，这段呢，互我条咱做参考的啦咱过节日看有人要分享一下，时间无济啊。